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創立於1913年，為本港歷史悠久嘅專業會計師團體。戰前，華師係本港會計界行業考試嘅認可機構，於業界有住舉足輕重嘅影響力。自成立以嚟，本會一直致力服務會員，提高同業專業同埋執業嘅水準，為社會服務，促進香港經濟嘅發展。華師成立嘅宗旨係為服務社會，提高會員執業嘅質素同埋學識，並且促進會員間嘅溝通，以及探討同業喺工作上遇到嘅問題同埋尋求解決方法，從而保持同埋提升會計師嘅執業水準。時至今日，大部分嘅華師會員均為本港會計師事務所嘅東主或者合夥人。華師致力於為會員提供最新嘅行業動態，定期舉辦各種類型嘅培訓課程、研討會、會員論壇、專業交流活動，範疇包括會計及審計準則、稅務事宜、公司秘書、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資訊、執業管理及清盤及破產管理等，提升會員嘅專業知識，迎接新時代嘅挑戰同埋機遇。2024年1月，華師更進行會址優化工程，全面提升配套及改善設施，為會員創造一個舒適嘅環境，吸收新資訊，提升課堂嘅質素。華師積極與政府相關部門及專業團體保持緊密嘅聯繫同埋合作，推動業界發展。每年，我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提交對來年財政預算案嘅意見書。此外，喺稅務局、公司註冊處、會計及財務匯報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表新嘅措施之前，華師亦都會提供諮詢文件，聆聽業界意見，反映業界所需，為業界締造更佳嘅營商環境。為咗保持兩地會計行業嘅緊密交流同埋合作，華師定期拜訪北京、東莞、廣州、惠州、江門、深圳同埋珠海等地嘅政府部門同埋會計團體，有助了解國內行業嘅發展趨勢、最新政策同埋方向，促進兩地人才交流同埋合作。華師作為一個堅實嘅橋樑，將國家同會員聯繫喺一齊，為會員帶嚟龐大嘅機遇。我哋相信個人有自己嘅目標同埋責任，企業亦都有責任回饋社會。華師連續10年獲頒發同心展關懷標誌。華師一直推動社會公益事業，並且成立華師義工隊，定期探訪基層同埋弱勢社群，派發福袋、撥捐善款以及籌募善款給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為社會帶嚟正面嘅影響。為加強會員間嘅凝聚力，除咗每年春茗聯歡晚宴之外，華師亦都定期舉辦午餐例會同埋新會員聚會，以加強會員間嘅交流。同時，華師致力推動健康嘅生活方式，並定期與其他專業團體合作，舉辦不同嘅球類活動、遠足、攝影、嘉年華會、燒烤聯誼活動等，讓會友喺公餘時間放鬆身心，享受工作外嘅生活樂趣，實現 work-life balance。為培育年輕人士，華師積極參與本港各大院校嘅工作坊，招收學生會員，鼓勵學生畢業後投身會計界發展，期望能夠為會計界注入新動能。與此同時，華師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同埋本港多間中學分別合辦會計專才實習計劃及數算未來合作計劃，邀請執業單位為會計同學提供實習職位，讓同學可以喺實習工作中涉及工作經驗同埋提升佢哋嘅專業精神、解難能力以及正確嘅工作態度及價值觀。最後，本會歷任嘅會長及理事會成員繼續並肩作戰，團結一致，竭盡所能服務業界。歡迎大家加入華師，成為我哋嘅一份子。